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南投央过初间为发展观光，五股屯玻璃情景日月潭也得天气比起来，睇台14线国土6号附近内嘅草屯国乡乡，如果冇好发展咯，故所南投央政府打算睇草屯镇由29公顷按发的99风园区，而可以做侏罗纪恐龙公园。有一块空地，民国82年家下，文建会打算要做国家艺术村，里面发生921大地图，计划路停下来多见。故所南投县政府打算要屯地疏转来，可以做结合教育、文创、生态娱乐的恐龙公园。睇99风园区顺后嘅毗邻山区乡亲，家家路係更中意，一直到最近推动好嘅美好，幾隻嘅人常常有嘅名聲。故所社區對愛開一個恐龍公園，大體係贊成嘅。不過生態專家都提醒我，講開發的寶貴嘅原始山呐，如果受到破壞，當地嘅體質價格係亂生，有時發生個土石流，故所認為有許多嘅風險。不過對縣政府來講，也係天朝愛作為嘅藥，原始用地已經取得的，按說明年愛發包107年代愛做好。10月頭秋天天朗氣晴，農民當地嘅無限收搶葡萄嘅拍同立推嘅野豆，也特別係出產荔枝同葡萄嘅南投縣平拿社區，居民由89上都係耕種綠色，為維持農產品有好品質，下下都可以看採地嘅環境同天時。像我們白天刮西南風，從我們烏溪下游往我們九九峰這邊來吹。那麼晚上有東風，就是從山裏面把它吹出來。那麼山裏面的氣候本來是比較冷、比較涼快，那麼造成這個地方的日夜溫差、氣候溫差越多，那麼葡萄的品質絕對會越好。平拿社區係地卡配角嘅所在，頭擺對外嘅交通，但就嘅意思流浪同足拱橋，居民該有嘅夢等地方如何發展？不過，下10年來，總係做嘅又無出無處。當初南投縣政府在那邊開發作為露營區，露營區開發後來凋零以後，就規劃為國家藝術村。國家藝術村本來是已經，道路都開闢了，編列預算也編列完，編列了當年度的預算也編列了。後來碰到921大地震，整個計劃又取消，所以這個當中的歷程。大概有30幾年，所以本地的居民都覺得說，哎呀，這個政府騙了我們當地騙了好久了，幾十年了蠻失望的了有一部嘅南投縣政府有位新嘅計劃，打算留基用是有條件同無條件不本文件費來用嘅99風園區，總共有29公頃嘅土地拿到進來，為打造一座侏羅紀恐龍公園。我們希望說縣政府能夠來接手這塊土地那利用現場的這樣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場景那特別是這塊地上呢，森林保護得非常好那是一個非常適合來做這一種侏羅紀概念的這樣一塊場地現時縣政府初步規劃由29公頃按發的侏羅紀恐龍公園都好。其中有4.8公頃係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規劃嘅藝術文化園區，保留野生有嘅林相生態，還會設一座恐龍主題館服務中心。看下設計圖都好，還包含了有顏色火柴、露營區、植物園野豆，外邊188萬元嘅經費，會用 BOT 嘅方式來經營。我們在整個29公頃裡面呢，我們有幾個原則了第一個原則是採取這種所謂低密度的開發那當然呢，恐龍世界一定會有一個主題館。那主題館我們現在已經計劃來引進恐龍的真實的標本這個是具有教育的功能。那剛剛談過，在這塊地方還有10幾公頃是原始的林相，非常的漂亮那我們希望保留這樣的原始的林相，讓各種不同造型的恐龍呢，在這一片森林裡面呢，以非常自然的方式來跟所有遊客來見面18年的家下，南投縣政府未了熟開嘅說明會同公聽會，我來聽居民嘅意見。
迄讲正式做诶起来吼是以后啦，做诶起来吼，我吼伊就会啦配套啦，配套啦吼，唔像讲添茶啦吼，排水啦一定吼，拢爱做比好啦。希望说这一次能够成功吼，不要跟往年跟以前一样做了一半又没有做，又中断造成大家对这个失望如果说这个能够做得起来，对我们务农的来讲，那么应该是有帮助啦。为什么？有了商机就有人潮嘛，有人潮，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生意哈。对县政府上到暗号嘅眼见，采天民众单单都会支持，反对嘅人係認為，喺獨設嘅田種下打造侏羅紀公園，其實對地方方講有乜嘅成立合作，有乜嘅前後村也已有限頭。我們真的是很質疑說，那一個侏羅紀公園，它跟當地要怎麼去做結合？而且它開出來的說每年多少億的那種營收，那有多少真的可以那個實際的回饋到我們居民的身上？我們也聽到清境或者是日月潭的例子，很多都是外地來的投資客，或者甚至就是那種業主，真正的賺錢都是他們賺走，我們當地人生活還是沒有很大的改善。居民雖然希望政府做地同社區做地為物解，不過認為為社區設家做起事，將會有重重久久嘅發展。故所2年6前起事，打造嘅社區烘農美好。喺社區大家中國都看得到藝術家用無血用嘅創作素材打造嘅特色作品，未邀請在地嘅生意呢對社區不橋嘅同表。坪林的特產就葡萄跟荔枝，然後這裡還有99峰，然後所以我畫的就有99峰，還有荔枝、葡萄，還有一些農業的人在摘荔枝跟葡萄，然後還有很多的觀光客來這裡遊玩，然後讓這裡變更漂亮。設計用圓，他說第一個圓代表圓滿，而且很有流動的感覺。然後再來呢，我們的葡萄、荔枝也都是圓，好，所以呢，那時候就一邊以荔枝紅色為主軸，一邊以葡萄紫色為主軸。好，然後呢，每個園裡面呢又都有故事。我們一直想要讓小朋友融入社區，要讓他們來做，他們才會愛社區。我以前服務於國立台灣工藝研究中心在那邊服務有36年。退休以後就想望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可以很自由創作的空間，我就找到這裡這裡依山傍水，坪林村是一個很淳樸的地方他們弄一個巷弄美學只要村莊裡面有空間他就把這個空間把它美化綠化弄得很漂亮，很有藝術氣息我們也希望把這個巷弄美學呢，能夠來包含在整個侏羅紀公園裡面希望提供遊客一個不同的感受之外呢，那也希望讓這樣一個發展呢，漸趨成熟的巷弄美學呢，能夠有機會，那借由遊客進入之後呢，那提供遊客不同的選擇，那也提供這些巷弄美學呢，有更多來活化的一個機會。開發主題結合在地嘅特色以外，行卡重要嘅係為保護生態同環境。有學者表示，99峰嘅體質單單都係生落嚟嘅濕甲體，一有風一有雨就動會流下來，天草龜評估到較詳細地位。全部叫鵝卵石，由鵝卵石所組合起來的。那這鵝卵石組合起來它如果是很容易滲水的，所以你一下雨以後。這個水就滲到地底下去，從這個邊坡的就流出來，一流出來的那整片的整個壁的就會崩下來。好這一崩下來就會造成一個威脅。那這個部分是在整個開發區，那這個比較平坦的區域的一個後面。好，那這個如果一下來以後就有可能會造成土石流的，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本地的居民大部分的人都表示歡迎了。當然，我們知道他們希望這個侏羅紀公園開發以後，把這塊土地它有山洪、有野溪，
整个的排水系统能够借这个机会啊，做一个有系统啊来规划、来疏导，啊，避免呢造成我们本地的灾害了哈。那开发的阶段，当然我们知道哈，除了法令必须的水土保持以及环评之外呢，那当然现在呢，所谓减量的这样一个概念哈，那已经是我们来推动侏罗纪公园一个思考的一个原则哈。那特别是在这种建构物方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来减少对环境的冲击，因为毕竟侏罗纪公园将来做成之后呢，这个大自然的场景呢，也是它永续的卖点之一啊。所以在开发的阶段，我们会来注意这个部分。现时南投县政府当地嘅讨论，按用嘅市地土地，古所讲开发含意做，也含有几多投入合作。比类也可能还會有乜嘅變化。學者表示，9月份延期其實冇聽錯，會開放咗侏羅紀恐龍公園，未做地打錯，從佢海頭用嘅嘢，幾種卡唔多是開發嘅野生啦，對生態對環境都較好，才提供用未會有同好嘅發展。